我同呢嚿泥最接近嘅時候，距離只有0.01毫米。開頭佢咩嘢都唔係，57個鐘之後，我睇清楚咗佢個樣。同好多手藝一樣，全手工做紫砂壺，經常會有眼到手唔到嘅情況。你以為佢拍出嚟會好圓，點知拍出嚟歪咗。有時候個心唔靜，就好難做出正經嘢。都有可能係嚿泥想休息一下，咁我咪俾時間去休息咯。好多嘢係急唔嚟噶嘛。眼到就係要學識觀察同總結，手到就係要感受每次拍打嘅節奏同精準嘅處理，次數嘅積累先至可以從量變到質變。但係當我慢慢做到手到，開始有人留意你同你嘅壺嘅時候，問題就跟住嚟啦。我每次做壺影相嘅時候，都會將自己執靚啲，畢竟要出鏡我都要面噶嘛。唔知道從咩時候開始呢，每個人都會問我年紀幾大，做壺幾耐。泥料越老越好做，茶葉越老越好飲，就連做壺人嘅樣都係越老越信得過。我開始懷疑喺呢個世界上，係唔係只要老咗就咩都有啦？我同呢嚿泥最接近嘅時候，距離只有0.01毫米。但幾個日落日出之後，佢會愛上另外一個人，而我會愛上另外一嚿泥。